铃木一朗今天于美国职棒大联盟日本海外开幕战赛后，宣布要退出第一线，正式高挂球鞋。退休后，他有非常高的机会入选棒球名人堂。美媒曾提出他能入选名人堂的9大原因。美国媒体今日美国报 USA Today 提及，第一个原因是铃木一朗的攻击技巧，大联盟没有球员能像一朗一样打击技巧如此突出，每日通算4367支安打，比大联盟安打王罗斯 Pete Rose 还要多。美职生涯3089支安打是自2000年以来大联盟最多，2004年单季敲262支安打更打破84年来的纪录。第二个原因是一朗的训练模式，即使是休季期间，他仍严格自主训练，造就美职生涯中8个球季都打超过160场，而且都是在他30岁之后达成。第三个原因是一朗的守备能力优异，尤其是他的臂力，自2002年起，UZR 一名野手能比联盟平均多替球队手下几分，都在125.9分，比第2名海华德 Jason Hayward 多了将近40分。第四个原因是，除了一朗在场中的表现，他总是出现有趣及不寻常的发言。2007年时，他要去克里夫兰旅游前曾说：“说实话，对于去克里夫兰，我并不感到兴奋。如果我说了很兴奋的话，我会打我自己的脸，因为我在说谎。”第5个原因是跑垒能力，一朗在大联盟跑出509次盗垒成功，很少在垒间发生失误。第6个原因是一朗为了可以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对手交谈，他还学习了西班牙文，好让自己可以用垃圾话扰乱敌人。第7个是一朗的打扮，不管是太阳眼镜还是球衣都非常符合他的身形，他是这个世代最酷的球员。第8个是一朗转换联盟时的适应力，近期很多日本、韩国或古巴的选手挑战美职，但没有人能像他一样，第1年就有优异成绩。第9个是一朗虽然是左打，但热身时也会用右手挥击，且练习时的打击力道令人印象深刻。常有人说，如果他愿意的话，可以敲出全垒打，但很容易理解他在场上想做的事。他想做的就是提高击球率与发挥优异的守备与跑垒。